花都區位於廣州市嘅北部，廣州北站就坐落響呢度啦。10年間，花都區嘅交通變化鑄造咗當下嘅大格局。而我哋三華村就響廣州北站嘅旁邊，處於接躋成圍嘅城區中，係名副其實嘅城中村。以前呢度卻係河網密佈、水塘連片，村前村後都係低窪沼澤地嘅嶺南水鄉咧。咁樣嘅生活環境同現代都市咧係格格不入嘅。咁點解呢個族群仲選擇喺呢度生活呢？係厭倦咗都市嘅繁華，抑或係有住不平凡嘅故事呢？首先，我哋要從百家姓中嘅徐氏開始講起。徐姓發源於大禹治水時期後，徐若木立咗汗馬功勞，後建立咗徐國。我哋嘅先民經歷咗數次嘅南遷之後，徐氏居住地遍佈東海，即係而家嘅魯南、蘇北同埋浙江沿海一帶，係當地嘅一個巨族。而江蘇嘅鎮江古稱為南徐，因此咧，徐氏嘅後裔便以東海南徐代表自己嘅根源。徐氏嘅先祖響南宋時期咧，任南海縣嘅主簿，卸任之後，佢選擇咗響巴江河畔呢一塊地廣人稀嘅地方建村，並買落咗大片嘅土地。過去嘅三華村咧，家族十分龐大，佔地非常之廣。按照而家嘅區域劃分咧，西到天馬河邊，東到公益路，南到大寧村，北到樂同村，呢啲都係三華村嘅範圍。響風水師嘅指導下咧，三華村被設計成蟹形咁嘅佈局。每逢發大水，村落都會被大水包圍，遠睇咧就好似一隻大型嘅螃蟹浮游於水。中華里徐氏大宗祠前面有2口古井，就係村落嘅蟹眼啦，亦即係村落嘅靈魂啦。因此呢2口水井咧係唔可以乾涸，亦都唔可以填埋嘅。咁以前咧，呢條村嘅西邊有2條河，一條係沙海，即係而家嘅天馬河啦；另一條咧同沙海係平行嘅，叫做泥河。咁喺村嘅東邊仲有一條河咧，係從大華流經本村嘅。咁快到中華里嘅時候咧，就拐咗個彎，好似一條玉帶咁樣纏繞住三華村，因此咧稱為玉帶河。三華村原本有40-50口魚塘，村前村後都係沼澤地。村前叫做門口塱，村後咧就叫做後底塱，一直延伸到而家京廣鐵路東邊嘅叫做白沙田嘅地方。因此，徐氏喺呢度生活咗近1000年歷史，確實係根基強壯，人丁興旺。平安小橋千丈鋪，遊覽一水櫻花草。當下嘅水鄉為咗方便出入，更方便於日後嘅四通八達，離唔開路橋。而橋呢，成為咗呢個水鄉小村嘅核心脈絡，更代表咗呢度嘅文化標誌。